Kelly Tefano, welcome back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。在上一期视频中，我们一起学习和了解了有关 Matariki， 也就是毛利新年有关的单词，你还记得它们吗？这周五，也就是太阳历的6月20日，马秀星团 Matariki 将出现在南半球的东方天空上。按照毛利月历 Temana Mataka， 预示着新的一年从这里开始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在新西兰当地的社区活动以及和 Matariki 相关的一些活动装饰和布置中，经常会出现风筝这个元素。那么风筝和 Matariki 又有怎样的联系呢？在今天的视频里，我就带大家一起来探索风筝在毛利文化中有怎样的含义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们开始吧。在毛利语中，风筝叫做 Manu Tukutuku。在这里 Manu 就是鸟的意思，而 Tukutuku 是一种编织，就像大家经常可以看到的传统毛利编织这样的花纹或图案，叫 Tukutuku。还有一个词叫 Pako， 它是指代鸟的翅膀，也可以来指代风筝。鸟和飞行相关的词语来形容风筝这个词。由此可见，这些名字本身就透露着和自然的联系。传统的毛利风筝是由新西兰当地的一种茶树叫 Manuka， 它的树枝搭建的框架，而小一点的儿童风筝是用蒲草，它的名字叫 Toi Toi， 而搭建的框架。风筝的表面通常会用 Harakeke， 也就是亚麻纤维、亚麻草或者是 Rapo 蒲苇用来覆盖。人们还会用贝壳、羽毛、雕刻来装饰风筝。除了娱乐的作用，在毛利传统中，风筝也是一种传递信息、观察战争风险，甚至是与祖先沟通的一种工具。因为风筝可以飞上天空，飞到很高很高的地方，就像一种通道，将天上与人间连接起来，传递人们的思念与感情。毛利人相信，风筝飞得越高，我们的祝福、思念和祈愿会被祖先，也就是 Tupuna 清晰地听见。有些 iwi 会专门在 Matariki 期间制作风筝，有的形状像鸟，有的形状像鱼。当 Matariki 在天上升起的时候，人们会放风筝来呼应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画面也是充满了 spiritual 灵魂和灵性的力量。说到风筝，其实在中国文化中，风筝文化也有几千年的历史。在古代，风筝又叫纸鸢，而鸢字也和鸟类有关。而最早的纸鸢也是用来传递信息、观测风向，甚至用来军事观察。后来它也成为了一种春天的娱乐活动。人们说放风筝可以赶走晦气。和毛利的风筝一样，中国的风筝也同样有飞向天空、连接天地的寓意。无论是毛利文化还是中国文化中，人们都通过放飞风筝来表达对祖先的思念、对自然的敬畏，还有对平安的期盼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祝大家毛利新年 Matariki 快乐 Mana Watia Matariki， 我们下期见 Kakitiano。